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12月27，诗篇18篇27节安尼讲：因为困苦的百姓，你要救伊；自古的目睭，你要互伊回落去。三角来祈祷，拯救困苦的百姓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愿意万人得救，无愿意有一人失丧的上帝。主啊，你也是用慈爱甲怜悯救赎阮的天父，因为伫你有赦免的恩，为要互阮通敬畏你。主啊，阮要仰望你。主啊，阮要听候你。主啊，阮要求叫你的名，因为你是阮的拯救。阮要专心仰望你的救恩。主啊，阮伫黑暗中，求你光照阮；阮伫深渊中，求你救拔阮；阮伫病痛中，求你医治阮；阮伫困苦中，求你拯救阮，因为困苦的百姓，你要救因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感谢主，伫困苦中的咱，伊要拯救咱，也要时刻甲你相甲伫地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